今日姊妹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4年的10月初二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第5篇，撒迦利亚书第10章第1节到12节，马太福音18章第6节到第9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得拯救。上帝赏赐拯救，咱拢知影。咱若看见伫历史中间，以色列人几若摆因为饥荒去到伫外国来求这个粮食。亚伯拉罕捌安尼，雅各就是迄个以色列，因的全家嘛因为饥荒就来移民到伫埃及，也亲像约瑟甲伊兄的阿兄所讲的，这是上帝安排。罗德的大家大官嘛，因为饥荒来移民到伫外邦，才有罗德记的故事。绝望无助的人需要仰望，更较需要上帝的拯救。受领的以色列人仰望着上帝的拯救，因此就爱先知撒迦利亚伫撒迦利亚书第10章第1节到12节所讲的话。就伫春天雨季的时，对上帝来求护，做乌云甲雷电的上主会落甘霖，互所有的人，互逐个人的田园生产。恁伫家来服侍的神明，乌白指示，卜卦南山宝。因乌白解梦，袂当安慰人。我的子民拢亲像油袂落，因为无牧者就受欺压。我上主万军的统帅，对遐个牧者发大受气，要刑罚带头的。我要看顾我的羊群犹大家。互因变成做强猛的战马，所有的领袖拢会对犹大家出。因勇壮可靠，亲像触角石，亲像布平的乞仔，亲像交战的鹰。因亲像在交战的勇士，吞踏对敌，亲像在打街路的土马。因为我上主甲因同在，因为勇敢交战，打败马兵，互对敌见笑。我要互犹大强盛，互以色列胜利。我要怜悯因，带因倒来，互因感觉若亲像我毋捌甲因气杀。我是上主因的上帝，我要听因的祈祷。以色列会亲像勇士，因会亲像啉酒心快乐，因的子孙会看见来快乐，因的心会因为上主欢喜。我要甲因呼我来，因为我有决定要救赎因。因的人口会加添，亲像以前遐尼济。我虽然有甲因分散去列国，因会伫远远的所在笑脸我，因甲因的子孙拢会活地倒转来。我要带因对埃及倒转来，嘛要对亚述带因倒转来，带因来基列甲黎巴嫩，到伫迄个所在地区无够所在通住。上主经过凶恶的海，制服海中的波浪。互尼罗河深的所在打去，亚述的骄傲降做卑微，埃及的权力消失。我上主要互因靠我坚强，照我的意思生我行动。上主安尼宣布。基督徒的呼召，除了敬拜上帝以外，就是爱互人来得到利益，彰显咱就是疼上帝。
嘛，因为安尼，遐个引人犯罪的人，就是无属伫上帝救恩的帮手。马太福音18章第6节到第9节，耶稣基督教导譬如非常明白。伊讲害一个做美事的人犯罪，就好若亲像伫个颔仔棍绑一个大石帽，佮甲塞咧深海共款的残忍。因为安尼人要甲上帝救恩同工啦吼。耶稣基督讲，无论什么人互信我的人中间做美事一个犯罪，宁可互人用大石帽绑伫颔棍内填海吼，填落深海。这个世间惨啊，因为有互人绊倒犯罪，互人犯罪的事一定有。毋过引起犯罪的人惨啊！你的一只手还是一只脚，若互你犯罪，就甲伊斩起来迄角，宁可一脚一手入去永远活，若比双脚双手好好啊，互人ฮ็落去永远的火较好。你的目睭若互你犯罪，就甲伊挖出来点迄角。宁可减一粒目睭入永远活，比两粒目睭好好，互人迄入去火地烧的地狱更较好。诗篇第5篇，上主啊，求你听我求，知我的苦情，我的王，我的上帝啊，求你听我求救的声，因为我对你祈求。上主啊，早起时求你听我的声，早起时我对你恳求，搁听我听候，因为你毋是意爱罪恶的上帝，邪恶你袂容允，骄傲的人袂当徛伫你的面前，做歹的人拢是你所怨恨。讲白贼的你要灭因，歹人甲诡诈的拢是上主所厌恶的。毋过因为你丰盛的慈爱，我会当入你的殿，心存敬畏，伫你的圣殿来敬拜。上主啊，对敌在当等我，求你照你的公义带我行正直的路。因的嘴无老实，因的心恶毒满满。因的脑后拢是开开的梦，因的指咬浮停。上帝啊，求你定因的罪，互因陷入家己的计谋，因为因背叛你，罪真重。求你甲因赶出所有找你做避难所的，求你互因欢喜，互因欢喜出声无停，因为你庇佑因。愿遐个意爱你的命的人，拢因为你来快乐。上主啊，你要赐福互伊人，你要用恩惠亲像盾牌，四面来为因。恳求主帮助阮专心来倚靠上帝，无论是甚物款的境遇，拢知是上帝的掌权。恳求上帝看顾台湾，面对这个风台。伫台湾安尼高说，会可能来侵犯着整个的台湾，保守阮会当伫这个中间有平安度过。感谢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性命求，阿们。